来看宜兰县罗东的安全岛哦，种上千丛的树仔，有地方人士是质疑讲，为伫路的两边搁种遮尔侪树仔的安全岛，驶车的时候路拢看袂啥清楚。因建议讲，应该甲安全岛改到路的中央。也毋过有民众嘛表示讲，这是地方正特色的风景，应该毋通破坏。 来到罗东顺正路甲东山路5段，一旦看到两边架出快板车道分隔岛，而且种树仔加当甲可能固定青藏行道树，形成有树荫的大路。不过，这分隔岛甲树仔，互地方质疑是造成当地交通事故的凶手。你看，你要切进去、要切进来的时候啊，大家视线都不好啊，倒不如全部移植，那快慢车道的分隔岛。 全部把它铲除。有关议员表示，快板车道分隔岛种大丛树仔，到路口会有往各方向的车。登弯的时阵，视线会去互树仔挡掉的，所以较会发生车祸。伊建议将现有的分隔岛甲树仔移除，改设中央分隔岛，保障行车安全。外界对这样代志看法无共。本来就移植好。为什么？安怎讲？伊种个分隔岛，毋过袂危险。阮逐工在这看的。还好吧，树种那么久了，干嘛去？ 要种这么高、这么大的树不简单吧？罗东镇顺正路甲东山乡东山路5段全长3.2公里，路宽40公尺。因为路口东山正乱，才会发生事故。县政府建议公路总局改善当地5位口代志的路口，其中顺正路甲福兴路口列为优先处理，会设倒挖专用道。再把树木移植到中间的这个部分，它应该是会我们会列入，就是评估整个都市计划发展。 还有整个车流量的一个状况再去做一个滚动式的检讨。县政府表示，目前优先改善路口，希望降低交通事故。但是，是毋是建议公路总局将现有的分隔岛甲路树移除，设中央分隔岛，要搁看都市计划发展、驾车流量来变动检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